一开始。嘿，嘿，开始啊！大家慢，大家搞炸！讲就大家信耶稣讲圣诞千秋吼。你即摆讲是咧笑啥2022岁，哎呦，就是咪遐算小啊？大家慢，大家无啊，免算啊，这免算啦。来，就是即马是嘿，新历几年？啊？哇，是毋知。新历140，今日爱先去迄个金纸埔，对，啊，小等下去摕箱仔内底迄个金纸埔应该是啥物色啊？对啊，你要用啥物材质？彩色。恁看这个箱仔变安尼咧？啊，我想看觅，是一个 A0的衫。内底有迄个荧光石，我来是讲负责。阮用迄个图啊。啥物我听着我家己的声啊？是我的问题。因为你即马咧讲话。应该毋是即个意思。我头拄仔甲我的迄个，就是我家己的迄个连接拍开，所以才会听到我家己的声。大家敢有看过JoJo啊？阮遮的迄个。我有。迄个。哦，你讲JoJo呢？我今仔日我头拄仔嘛是发现，我袂记你今仔日爱甲大家爱啥字啊？哦，基基暗暗 Mercury 暗暗。希望暗暗，阿姐暗暗，等下先，爱讲暗暗。暗暗，无我咧讲，等恁讲了吼。肯定暗暗。明伟你转来啊？袂啊？你也暗暗暗。啊？对。阿咪暗暗，阿叔暗暗，你也暗暗。阿咪暗暗，阿叔暗暗，你也暗暗，伊天暗暗，阿叔暗暗暗，阿姐暗暗。扣奖暗暗。每趟有水会足寒的，免甲因烦恼啦。内底是烧的。对啊，今日是迄个，恁敢有看过一种迄种免治马桶？免治马桶则袂。免治马桶就是无伫马桶内底啊，毋免伫马桶。免治马桶。哦。毋是即个意思。金纸布用迄个花根就好啊。啊，我来传迄个金纸的部分。有分工组织。啊，要去伫倒？我去伫迄个边诶，安尼敢会伤大？你去伫倒位啊？我实在是。楼梯边啦。楼梯，我来看觅。我听着嘟嘟嘟嘟的声。吼，甲大家分享哦，今日有先去看展览，爱着一直咧唱即条。我即摆会使体会迄个做电玩的人听规工迄个对。I give you my heart,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。佮想讲。You gave me JoJo。有够赞啊！大家一定爱看。你嘛咧迄哦。无啊，我想讲问。啊，迄个第2站我想要用迄个相思无？你敢有相思？我遮有足济，你会使去我的房间摕。无啦，讲毋对啊！我想要用迄个红手拿啦。红手拿。哦。你真讲毋对。对啊，你也知呢。家己知一张。无啊，之前阮有啊，之前阮有迄个红手拿。啊，是你拆庙内底？哈？无。你拆庙的壁就是啊。啊，你啥物意思？你即摆就是起庙已经起好啊，啊，搁爱甲迄个庙。啊，金纸埔起了，就会当继续起庙啊。OK。哦。免伊上瘾呢。无限的快乐。对啊，永远起袂了，啊起完了后就发现讲你的迄个红手拿无够的时阵，你个会使去拆，甲遮去拆金纸布的。对。啊起完了后，你才发现，哎哟，佫会使开始，开始起纸布啊，对啊。再出我们搞炸。啥物笑诶，真正是。等下，你足伫
你这比我讲，哦，你无咧三吗？手讲，啊莫搞砸的时阵，哦，莫看伊个台。不，欸，Mercury 哪有啦？ Mercury 讲伊嘛想要去看《九九店》。卖看，卖看，卖看。对啊，我毋是调工诶，我无夜配吼。对我，但是我刚是甲大家讲，就是会使去看啦，会使去看啦，对。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你到底是？个佩服啊！哎呀，好看啊，好看啊！迄是红树林，就是阿选你讲的，甲迄个伊个课长讲的。红树林红树林应该是即马有我咧，就即马我用的迄个我咧用的即个模牌。我哩咧，啊头金壳咧，纸包，这是毋是敢会伤大啊？啥物物件？袂啊，金纸包安尼敢会伤大啊？袂啦，啊你头壳敢有要出啥？出啥是啥物意思？啊，我来落来。哦，出一敢有个。要出？比如讲，啥物款的头壳啊？石头？用迄个啊，光骨的迄个石头好啊。啥物是光骨的？光骨，咕溜咕溜，丢。哦，咕溜咕溜哦。咕溜咕溜，我会去安我尼光骨的石头咬哦，我即摆就有聊啊，想要困。我即摆啊，即即摆我的种迄个，无即摆我的头壳内底拢是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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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可能是啊，搁有迄个，搁有迄个啊，嘿，得得得得得得，无啦，搁有迄个。还啥？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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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迄个啦，救命！迄个乌帮油啦，我帮爷。大家讲有对啊，乌帮油啊。你无看过乌哦？帮油是啥第五部啊，无呢。黑帮摇啊。毋是。哦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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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下先你去看啦，你迄条歌我去袂记是啦。啦。无就是若是讲是地名啦，还有还有迄个无靠讲问讲。怎用做即个光光的啊？用做今日无开，可能四粒今日有斗做伙。开啊。哦，我嘛是有开历届啊，但是历届应该是有点怪怪是，我毋知呢。那像嗲哒嗲的。哒哒哒哒。可是你敢要寒？袂，我有穿袂啊。哦，好。穿袂啊，真正是有差呢。对我感觉就是有穿袂啊，甲无穿袂啊，真正是差足济。就是你穿袂啊时阵，你无一定会就无一定会感觉足烧的，但是你若是讲穿袂啊，无穿袂啊，你一定会感觉足寒的。那安尼敢毋通是穿毋是袂啊？这个？袂啊，会使啊。去点当一看觅。心仪中袂啊衫。我中就是大姐头的即个，我感觉较好看，就较有迄个，较有即种，就是好，就拢会使。足破的感觉。金纸布拢，我感觉金纸布看起来拢就是几啊百年拢无咧迄个状况。内底的阿姨拢阿姨活几百档的。哦，伊讲的哦，我感觉阿姨，我感觉你18岁啊，无啊，会当活几百当啊，还是18岁。迄无错个小囡，我太无无，伊永远拢是18岁，这是第二个18岁，甲第三个18岁的即种。有是。无啦，我想讲你咧讲话，我莫你有插投历你讲话届？另外讲伊有投历届，好，那安尼我即摆来看。我头拄有测试过我的历届，啊，就好啊。我我历届敢若够歹去啊。历届。我有收着，就是你爱稍等我一下，我历届无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稍等我一下哈。喂就。那安尼大家咧稍等我一下，大家咧等我的时阵，我来唱一条歌互大家听。好，准备开始。
但是伊真正少物件的呢，伊的迄个哦，安尼敢是收老实啊，讲收济应该无要紧。就是伊内底其实是全部拢会使翕相的，除了内底有迄种迄个周边商品，可能是袂当迄个。袂当学白。袂当摸，对，无会当摸啊。会当摸，遮伊确定咩？周边商品会使啊，现在袂使。夏夜暗我看到啊暗。夏夜暗暗。哦，啊好，那安尼我来念评委的。就有。评委讲，伊互我一个就是酷酷的表情，伊讲你爱我，敢爱敢输赢，无奈咱的缘分千般命，情分若袂空，一寸一寸磨，行到最后的你失去我，半暝无声。哈？什么意思？难着受你的心影，我深爱你，无留伫遮。收诗歌，听新歌，爱着你，我的命，敢是爱一种注定孤单行，伤心歌。这是你今仔日。是啊，阮是朋友啊，永远拢是朋友吼。哇！好啦，若是讲大家有介意阮的鸦片吼，就是若是讲大家有介意阮的鸦片哦，欢迎起赞吼。恁就会使互搁较侪人就会看到阮的鸦片。Rocky 的蛮搞炸。Rocky na，应该不是，毋是这种物件吼。应该无。爱哦。Non stop, don't stop。好，搁用一站迄个红色。无啥，啥物叫无啥着啊？无啥着。无啥着。评委头拄仔讲无啥着啊，我落落来啊。我需要音乐，大家。说落去，我用迄个阿门头好啊。啊，是安怎个天？是安怎个天暗嘛？因为咱地球吼会自转吼。好。我感觉你咧甲我当做白痴，但是我嘛感觉我家己足白痴的。无钱就会当去周转。会使啊。你讲了。啥啦？你无钱的时阵，你嘛会使，就是倒伫咧涂骹口。看倒一种方法较我都解决问题。基本上就是先解决你就无问题啊。无啊，无钱的是你，是安怎是解决我咧？无啦，我是讲，若是讲，陈如新无钱，伊会使解决伊家己。无啊，伊都食庙讲吼。天才屁也蛮搞炸，若庙讲无钱要安怎？就是无钱。去台北吃头。去台北。顶下。喂。毋是，顶下我讲，顶下是啥物时阵？我讲我有一摆啊，就是去坐伫迄落地下道，结果就有警察来甲我关心。我就是讲你去坐去迄个地下道，啊，看到庙公伫咧遐讨钱。看到庙公伫遐哭，阮兜有一只食袂饱。毋是啦，有够好笑。我就看到庙公徛伫遐了，庙公你今日嘛出来讨摊哦。安尼是。啊，庙公。我头拄仔敢有甲天才屁讲暗蛮搞炸。你有？天才屁无吧？是的。无啦，无吧？暗蛮搞炸，天才屁暗蛮搞炸。天才屁暗蛮搞炸。讲这个都无相关先搞炸，所以嘛有你内分。那安尼我有小借问啊，对无？对，你足乖。什么意思？无啦，刚时间讲话好笑。我讲无想要，就互大家感觉我足乖，但是煞去啊，恁欢喜就好。庙公的声。庙公。你即摆甲迄个学调啊？啥物庙公的声？天才屁公那是庙公的声。OK。啊，这是机车的声吼。庙公有伤细声啦。
大声咧啦，袂讲都散吼，就咧细声散啊。啦，袂讲伤细声，大声叫，我感我觉袂讲我爱你，嘞，分开，大声叫，我袂讲我爱你，会钱，若分开。今仔日风真头，欸袂讲不是下面另外讲臭臭。明伟讲，明伟讲啥物？伊今仔日食了足好食的物件，伊是伊讲伊想要，伊特别想头家，所以讲伊可能是食了头家。哦，这种意思。你莫伫我食迄个。什么意思？啥物意思？无，伊就讲啥物？伊就讲啥物？伊食了足好食的物件，但是我看起来伊是咧食粪扫呢。伊食啥？烟水呢？安尼敢有够悬？大概有啊，有够有心甲啊，杀看觅，我看敢有够悬感觉会。使，比我搁较悬啊，应该是会使我感觉。应该会使，会使啊。会使啦。哦，那安尼就安尼好啊，我甲今朝补我会的迄个。甲甲补起来，补起来。啊，今朝补内底还有啥？金纸，啊，除了今朝讲还有啥啦？你敢有一个小姐，你啥当你当咧是小姐？卖槟榔哦？无啊内。底啥子有小姐？哎，啥怎无？啥那怎袂我要怎当？卖？会当会使请用迄麦豆啊个。麦豆嘛是一种小姐啊。卖我搁来落来，哦我麦豆会使来落来，查甫囡仔嘛会使做麦豆。对啊。对啊。倒位有迄落啊？我昨去食安饭，山盐。我去食饭，我就拄着一个高中生哦，嘿，伊就真正是穿迄个麦豆衫。哦，迄个高中生最可怜，叫人有人看着。哎，我要死啊！救命！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我即摆就无想，我即摆就莫讲话啊，规日拢安尼啊，好啊，会使啊。好啦，不要紧啦，你等下要去冒险的人，你爱较坚强的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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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哦对啊，姜片啊，姜片，等待，你确定？你要讲好，讲好迄个后生变调，有够好笑。哎，免我食 cheese 鸡排做盐水鸡排，也糜粉。 nice。阮遮就是迄个啊， nice。阮遮就是就是假密的迄个集权社会啊，集权社会，大概知影哦，集权社会啦。集权社会哦。对，阮遮就是假密的集权社会，若是讲有人用就是上袂开吼，讲啥物爱食迄我个。亲像天顶的星。我感觉这袂歹呢。什么？我感觉你头拄接替，我感觉100分。哎呦！我讲，若是讲有人讲啥物介意食糜仔粉鸡排的时阵，啊，陈如新就接讲，我亲像天顶的仙女啊。你呀。哦，你讲无，你讲哦。亲像你也无好，你是我的花朵。你无啊？啥啦？到底是？有讲，一定有讲啦，一定有讲啦。哦，好啦，好，在你讲。救命！无人要插我，啊你嘛我无要伫咧楼看。顶啊。好，安尼即我摆伫咧楼顶吼。有心救命。我即摆已经困过啊。对。我即摆已经困过啊，所以讲你若是讲死嘛，是会死伫遮啊，对无？啊，搁爱捡物件，这麻烦。我听着噔噔噔噔噔噔。你就办大诶。办大。爱食，爱食会当去陆星遐，无啦，爱来我遮啦，来我遮。若是讲你搁讲，我就会甲你变调啊。这就是阮两个人之间的迄个啊，情趣大家知影无？哈 ，OK。你是安怎伫我的台讲别个 VTuber？啥物意思？哦，就心你那张伫我的台讲有些。
这种意思，哎，差不多这个意思。毋是啊，阿姨阿姨嘛是伫我家讲陈如新啊。对啊，所以互相嘛。我袂啊，我就讲凊彩啊，做在恁讲啊。哦，困难无小才有穿金甲的骨头人。哦，所以袂讲用困难的啊。阮本来就是，阮一开始本来就是困难的啊。哎呦！袂记啊。啊，我阁无迄个啊，救命！哦，救命！倒位？做远的所在。我自杀啦。诶，哈？敢有？稍等下。海边，我伫海边。海边。对。转行。你已经去南巷，你已经去南巷了。无，我还咧用迄个金纸，爱用甘蔗。Ruby 去无用啊，大家甲 Ruby 讲再会。哦，Ruby。哈？你笑啥？我嘛是讲，会当甲我斗食盐水会使啊。我甲你饲呢，我亲手甲你饲呢。你讲你想要摕着啊？顶啊个。啥物？你头拄仔讲，你讲啥？门口啊，你无感觉门口吊一排迄个顶啊个看起来袂歹？哦，袂歹啊，袂歹啊。但是阮遮的金纸布敢若是。哦，我顶啦！我想讲顶啊个是啥？但是我听有呢。我安尼，你嘛是介厉害。你听有你好爱讲啥？嘛是阿曼，阿姐嘛是会使甲我斗食迄个呢。食啥物盐水呢？好大家 ，so sweet。但是我感觉食盐水的人会变足臭的，所以讲恁食完了后，阮就毋是朋友啊。请大家就是知影即个代志吼。我顶，我个感觉到底是安怎伊讲甲安尼啊？这份破话少一类份拢无。啥物是 tell？染着红色的歌仔调，缀着音乐写出爱的歌词。跳，安怎拼？心跳跳，跳。互相相差，我听无。我头拄仔咧转迄个啊。无，你伫咧唱歌，我是要听啥？你头拄都无听着，我感觉有够厉害。好，我即摆落去自杀啦，好。后世人再会。天才屁讲毋是 tell， 是 tell。你咧讲啥？我拢念 IKEA。OK。然后大概是念，大概是念 IKEA 是 IKEA。听讲就是伊原本底是念 IKEA。哦，这我毋知。所以真正是 IKEA。是 IKEA， 因为是迄个瑞典语嘛。哦，瑞典，哦，瑞典。瑞典。毋是，迄是迄个便利贴。啊，食一个行家啊。结婚暗暗。念。哦，爽啊！阿曼的阿曼，初见平安，阮家是。初见平安。初见平安。后一摆伫食迄个烧饼吼。大家大家今日竟然无出去。凡世有出去啊，凡世伫外口看咱的台。The Tale of Lamp。Tale of Lamp。现在开始有迄个瑞典语啦，救命！他有，莫有白讲。你真正会去用迄个呢？真正会去用瑞典人歌。无啊。什么意见啊？哦。伊讲IKEA。哦，伊讲哦，伊现在譬讲伊个IKEA讲IKEA。哦，安尼哦。那有人讲IKEA，那有人讲啊？啊，就伊讲啊。请尊重天才批的选择。伊是，但是可能是念唔对啊。出日头啊！无啊，IKEA 就是，若是你用罗马尼的念法，伊就是IKEA。OK。
哦，伊家啊，哦对诶，哦对呢。第三条情变调是第一条。但是有读册哦。哦。毋是是天才批讲诶。你即摆迄个。我敢若负责念出来尔。你歌顶敢莫用三个啊？三个。哦，情变调。情变调。琪讲，因为外口少冷诶，无想要出门。而且，敢若会当着踮伫咧厝里，因为明仔载讲嘛是爱上班。哇，足辛苦诶，大家。辛苦啊，大家。今日足侪人，我嘛发现就是足侪人，今日拢爱上班呢，就是比我想象的搁较侪。明仔载是安怎毋免上班？无，今仔日爱上班的人其实足侪。若是你是伫餐厅上班，你就是爱。对啊，就是无法度过啊。你生理打好的时阵。有时嘛上班。恁感觉金纸店若是行入面拢会互烫着，敢是袂歹？敢是一种浪漫哦。所以讲其实，纸其实，敢是袂歹。纸本身其实是人客安尼。阮敢若是就是提供小金的服务，安尼。佫想看卖？佫想看卖？我安尼只嘛，我安尼知影。你爱确定？浪漫 ，romantic。我是一个浪漫的查甫人，就让我觉得。好啥啦？好嘛袂使，好安尼无好。后礼拜舅舅，我无爱做人啊。啥无爱做人啊？可能对的。哈？喂？可能对的，就是我这对，就是我对，无想要做人啊。你即马敢是咧讲白菜？这是讲白菜的味。有时是安怎甲我笑啊？你笑你啥？我嘛要笑，讲出来。有先今日是香巴香。无。好多，就是我伫金纸店头前。我本地就个对的啊。盐椒茶，就是一角一角盐椒我叫你等迄个。迄烫着我知。我有跳，毋过嘛是烫着。伊讲我是安怎嘛有跳嘛是烫着。哈？迄跳都袂烫着。跳互伊烫。跳过。啊。无啊。跳无好势。对。今日竟然欠土呢，敢有这种代志？你去乌涂啊？对啊，你凊彩乌就有啊。你要乌涂先啊？土先。哈？一直想无是安怎气象局定义的寒流是台北气象站10度以下，掠台北气象站准做是全台湾的冷空气标准，安尼敢对？安尼敢对？大家讲。安尼敢对？完全无咧听恁咧讲啥。安尼敢对？明宏，你敢是初见啊？初见平安。初见平安。初见平安。对，你竟然下毒，去要害死我啊吧？哦，对啊，阿姨上来就会讲，舅舅，我要夺走你所有的一切，喂，我要甲你，我要互你无亲情、无朋友，搁无真伴。多谢有声。我看足侪届。这内底阁有图咩？我知影，就是我即摆咧学吼。哈？我即摆已经咧学图啊。哦好，你做你学。我上够学图啊。大概是这样。即摆无红，啥人镜头就剩我一人。哦，你在唱好像听。我歹势，我不是调工的吼。我足爱你的。你红足济呢，你爱写字呢。这内底有64个以上的图呢。哎呦！招他咯。韩冰老朋友讲的是讲白菜的味，敢是迄个？敢是迄个？毋是啦，应该是花边啦，是迄个。是迄个布加拉提吧？对无？对。伊就甲伊讲啥物？伊就食伊的肝啦。就是
有我以前就是无看到迄个布加拉提的时阵，我一直叫是讲布加拉提是一个美容仪可能就是就是会用的迄个表意，就是可能是哦，一种幼皮的手术安尼。幼皮手术，对。迄个台北有一间咖啡厅，就号做布切拉蒂啊，伊就是九九主地的一个咖啡店哦。真正的哦，真正的，真正是的。官方，毋是，毋是。哦，所以讲伊是粉丝家己起的。对，啊，迄个头家，迄个头家有够酷，迄个头家阁有迄个，大家敢知影迄个掠公歌，乌名单工作室的作品。伊嘛有收因的，伊嘛有因的迄张唱片。哎呦，现在去互收啊？这现在，这种情况都，哇，啊，心咧作怪啊！你门口，若是讲你一入来，你就会去互验酒收。无休息啦，袂休息啦，就是哦，无死啊，半条命尔安尼呢。对，半条命就已经去啊。建议两位阁想看觅。你咧冲啥？你咧冲啥？无出口外口咧。什么意思？出口外口嘛是共款，你是冲啥？安尼无好哦。安尼无。天才屁讲伊知呢。伊知啥物啊？布查拉蒂。哦，伊知影迄间啊。Right。迄间诶。头拄如果去讲，就是去乌头诶。有看过少的人敢知影着，我感觉第二敢若足亲像吉娃娃诶，就我大概看到吉娃娃诶时阵，这边拢食哦。你食啥有毒诶马铃薯啊？哦。你是食着啥遐欢喜？嘛，互我食看觅啊！过油路，过路，你入来就会发路。啊，先伫倒位啊？我饲到边啊！头拄讲这是啥？这是石头。伫倒位？这石头甲这个石头应该是无共款的，应该是氨酸颜对无？我食着试龟，恁食看觅？啥物？我是安怎爱食这啦？你食看觅？你食看觅？这伫日本是迄个高级料理呢。有生，互你食。不行，咱做伙食。高级料理呢？你食落。伫日本足贵的哦。哦，这是迄个好贵哦。试龟。试龟。我食看觅。若讲试龟就好食的啊。好食哦。我即摆要创啥？我即摆要安怎？你着等死啊，咱做阵等死啊。无，伊会剩半价货互你。哦，足嗨！有够嗨的啦！这就是一个三个代理人做阵食毒的即个状况哦。这是做伙笑是？有啊，就是现在刺激啊man。无啊。吉娃娃买5000块。敢会当搁食一摆？无试过啊！我无要食，食一摆就。我我哪会搁有一只啦？我嘛要爱。你敢知影？伫即个时阵，我若是甲你。无啊！伊就伫第三季的时阵，即马无看过迄个九九的人，敢会以后想要看的时阵，敢会怪我？因为我即马一直咧迄个憋泪。你毋通表说大呢，我想要甲大家做伙看呢。你莫逼，你无逼着迄个较重点的戏文，应该是袂要紧。我刚才是想要讲，我感觉第二就亲像吉娃娃的，就伊甲吉娃娃足像的。所以甲你足像的？毋是，无完全无共款，好无？就是。坏贝尔啊，蛮搞炸。伊就会一直就是大，就比较叫啊，就是讲啥物哦，我足厉害，啥物物件啊？你嘛足厉害哦。无啊，我袂安尼啊。我应该袂安尼吼。画面足害的，因为我头拄仔食毒。这会使加精华。
爱行吧。我头拄仔讲到对，那个讲有声的声无清楚呢，我遮有调几若摆，毋知影。我即马是无够大声是吧？啊，我遮的观众敢有想要听有声的声？那无就直接禁掉啊。安尼咧，安尼讲会有较清楚。安尼，新消是一个教育团体，甲大家讲，迄个试龟毋通黑白食。嗯。啊，若是想要快乐，你就会当看咱的台。你会当食菜啊，对，有一种足水的草，对无？食粉过气管，食酒过头壳，毋知影食到过啥物。哦，我知这天才 P 讲的。对。够会讲，今日咖啡酒喜散。真的。咖啡酒喜。你阿公伊头拄仔伫咧看迄个镜，就是恐怖片，对。啊，着伊看恐怖片的时候，陈如新拄好笑，啊，伊就叫你惊着，有够好笑。我迄边问讲，恁家己是啥安怎练的，还是阮其实是 AI？ 哦，阮其实是 AI 啦。对。对。我比 AI 较巧，好无？我是人呢。这可能无一定啦，对。这可能无一定。哦。你即句话头前迄半甲后壁迄半拢无正确。你讲这可？你讲？你讲我哦？毋是你讲我讲的毋是你。啊像。心头拄仔讲迄个。头脑。啥物食惯先过头脑？啊？你咧讲啥？心头拄仔讲比 AI 较巧，因为伊是人，教育团体做伙食毒，结婚讲，无是食迄个刺龟，毋是刺龟啊，头拄仔讲过刺龟，差伤济啊啦，结婚讲，刺龟就无啥吼，食毒过膀胱，爱确定，爱确定，食毒毋是对的。哦，安怎顾吼？就是永远莫摕出来使用，互作顾，互你的膀胱直接无路用安尼。意思啊？啥物人诶？毋是咱诶？啥物使用膀胱？食刺龟，啥物使用膀胱？你头拄讲啥物使用膀胱？就是。无迄个安刷酒啊，对无？对啊，你是用啊？啊，现在你爱用安刷酒？因为我感觉伊看起来水水啊。即马要安怎？即马要敢卖换？拆掉用另外一种。嘛是会使啦。食有生果巴肚内的囡仔。哇哦 ，Chat GPT， 会晓写台语诗呢。我嘛毋是迄个啊，我嘛毋是喜酒啊，对，我嘛毋是麻油酒啊，现在爱食我。麻油鸡酒。哈，我完全听无。我嘛毋是鸡酒啊。伊头拄仔讲就是你食有生的顾巴肚内底囡仔。哦，爱确定。你可能。你头拄仔迄啥物声？直接食起的声呢？Chat GPT。念密码讲台语，伊讲你讲 AI 哦。嘿，轻轻讲，毋过伊写作后的。哦。无，迄是风格无同。电脑都会镜头的。即我先甲伊补起来好啊。尾啊，你想要用尾啊涂骹？尾啊，你想要用啥？阮遮开始。涂骹，对呢，环世代冒险转来就学会着。对啊。涂骹，啥物货？涂骹，涂骹听起来就亲像着一个伫咧迄个赛车，着一个车的品牌迄个。啥物卡的？对，铁的涂骹。涂骹。那是新销出一个迄个车的品牌，请考虑一个。你若是买一台车，你就会使直接困涂骹，就是你。哇，你有道具呢，哇哦！你可能就是一台，可能是3亿，你知影无？对，你就直接困涂骹，你嘛无钱啊，无厝。啊，算讲生了会当食月来饼，就好食。月来饼是啥？一种饼。
我知影啊，做月来的时阵咧是啥物食饼啊？做过来的时阵食饼，我知影啊，但是是啥物饼啊？月来饼，做过来的时阵我知影是未来饼，但是未来饼是啥物饼啊？月来饼就是月来饼。哦，恁遮足袂晓讲话呢，会是安怎不要？哎，我叫休息啊，救命啊！放你一个人生我活。偷看。哦，好啊，我甲伊睇死啊！念。哦，家风讲食五星会拍掉别来囡仔，是安怎的？对，是安怎？遮袂咧，遮碰袂咧饼，就是过来饼哦。食客少年家哦的，食久着会变头家的。因为我拢讲碰饼尔咧，毋过是安怎会我知影就是变头家？是安怎会变头家啊？大家？是安怎咧头家啊？空牛无好呢，哦，无好食。我可以讲是麻油两种碰饼，是安怎有人甲我但是啥物代志？你甲过来，甲过来，志？偷偷是毋是偷偷甲我拍？我伫我的房间内底呢。放屁啊！我看着你啊！原来是碰饼，原来就是碰饼啊！毋过我知影就是我会摕碰饼去煎，煎内底敲一粒卵，佮加麻油，哦，是安怎才咧流水？对啊，伊头拄就讲，原来就是用你碰饼落做。雨，因为我无食过啊。敢是咧落雨？咧落雨。是安怎我的房间会流水？我想要去抬一寡羊啊，阮无食物啊。哦，那安尼哦，有较有可能。熊仔内底有足侪马铃薯呢，但是无吧？创啥？哦，你经食？无啊，就等下出去南向，马铃薯头有够。迄是食肉的哦，迄是对，无。落雨。啊，就无吧吼？你是安怎？你是迄个周惠王哦？哦即摆落响的时阵无吧？啊，你就食肉就好啊？啥物意思？应该是讲无我有糜。抬一只鸡啊，食肉糜就好。伊走出来，我就甲抬死。我嘛哇，是会使呢。你就，啊！但是我遮顶悬，我有烘鱼啊，现在我遮半只羊啊拢无。之前伫遮因为拢规只的。好，啊，好，就是嘛无啊，但是之前有呢。我咧啉记麦啊你之前是有诶。遮有一个空。我可是不先去迄够个沾啉的，当时要分你食，啊，无呢。你讲迄个鸡啊？有面。我之前佫摕迄个牛排互伊呢，伊即马佫无想要互我食物件，大家使想看觅啦。我有讲，我可能，我可能熊仔内底有鱼啊，有鸡啊？遮有鸡啊？伊走出来啊啦。毋知。啊是我甲我房间的鸡仔抬抬咧。哦，有啊有啊。哇哇。哦，啊，就会使个饲寡新的。对。一熊。是会使啦。然后呢？哦，种血的，毋是种。就食过。互五生生，五星就互五星生，五星就会当食月来饼。无啊，你无一定爱生才会当食啊。无啊，伊生嘛，无一定是伊咧食啊。我感觉有人甲抢去哦。若是讲我真正，我生甲我有喙是两项代志呢。你生甲你有喙是两项代志。对，我即摆无咧生的时阵，我嘛是会当食吼。请大家爱认知着即个代志。哦，够。我甲鸡仔抬死啊！我甲遮的鸡仔抬死啊！安怎卡掉咧？无法度叮当呢。啊，你卡伫倒位？你是输入法的问题是吧？应该毋是，就是单纯无法度上去。单纯找无路呢。进无步，退无路，小等我一下。这嘛会当笑。哦哇！哦伊个离开啊，伊卖
鸡啊啦。哦，妈连鸡啊都无要甲你斗哎的。呀，妈，无啦无啦无啦，我一定妈，碰饼算是迄个特色的食物。是啊，但是我对碰饼其实林妹啊，普通。酒较有影。哎，咱后礼拜来啉酒看电影好无？好啊，会使啊。你是咧问信众还是咧问阮？我嘛是会使无对台啊，直接去你的台啊。你嘛是信众哦？我嘛是信众，你是等着什么信众？你搁想看觅啦。你是等着什么信众？你歹势讲吼，你拢偷偷仔看吼。哎哟，啦，哟，我有当时就是，我有当时真正是感觉讲，我都甲你讲话呢，哈，但是真的哦，安可尼哦怜，的，无多讲话。不要紧啦。我知影你辛苦啊。哦，稍等我者，我爱阿祖飞出来，我即马来啊。台中嘛有，高雄无看过。我知影台南有啦，台南有足阿侪酸你敢碰饼若当啉麦仔茶啦？对，阿酸高中的时阵，敢有啉过冰火？你敢毋是迄种？都袂使哦。就伫咧迄个毕业旅行的时阵，就会一直，不要安怎啉讲？冰火。对啊，就感觉家己就厉害的，迄种相。当就厉害，斗鱼就厉害。但是有一寡人，有一寡配套就会安尼啊，就感觉讲哦，我家己就厉害，我啉酒呢，三趴呢，有够厉害，三拍，三趴吼，三拍，三有拍哦。啊，原来是安尼。什么意思？对，倒位有趴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三无拍啊12、13、14。迄是你的衫无拍。就心啉酒看电影，有生床顶饼生囝。哦，生囝生了食碰饼，哎，安尼多好。这加什？嗯，加什么啦？碰饼应该是世界拢有咧卖啦，太假。西门就无卖，有阿文对啊，有阿文呢。好大着啉50趴，啊，你好当着啉75趴，直接互消毒去。我甲姑父，但是高牛有是毋够是就是？想要啉欧米露，哈？你讲啥？乌比如是啥？啊高牛？我讲高牛啊，哦高粱啦。哦，我想讲，我想着迄个牛盘。爱上高哎呀哎！喂！别！啊，别，我袂讲话。无代志，歹势。妈咪露。哦，哪里可怜？哪里可怜？我开啉铁库，生了就食未来饼，若无坐意水破顶。铁几啦是啥？哈？阿妈就讲，Tequila 呢啉。塔基啦，啦是啥？塔基啦是啥？香港朋友，种安一种牛仔酒啊，Hello。一种酒啊，毋过我毋知影台湾话安怎讲诶。啊，毋过嘛有一条歌叫做塔基啦。就因为我去巴拢固定就是点迄个金托尼。对。你啥？就之前你甲我讲啊，我就点迄人安尼，我无咧啉酒呢。哦，哦，好。是啊，这甘蔗是安怎袂生？有些你就害我你有咧生啊！啊？啥意思？你伫倒位？我哪有？我头拄仔讲啥物物件？无，伫啥物甘蔗菜讲你就害无。啥物叫做袂生？因会生啊？这个有生呢。你身躯顶敢有甘蔗？有些名称你变生囝，无好我无捡着，有呢，七个。恁就足乖安吼。尼你静落啊！你插伫来，你对我来，你插伫这个沙底沙遮。啊，我头一摆生。就我无要做人啊！我爱太瘦的鸡啊！你敢会记你家己食过偌济饼？会晓。好，
即摆迄个经济有了伤济啊，伤定位啊，我等调一寡。经济你要去本数，你去捡，无要紧。你无毋是啦，你去咱伫迄个喷桶内底啦，伊有骨头糊。都有喷桶，咱有喷桶哦。啊，我知喷桶伫，无歹势。乌白蛋。是嘛？我想讲喷桶就伫我的面头前。好啦，无啦。你哪会当安尼讲？你哪会当遐尔啊老实？我刚找无。娘，我唔娘啊。你毋是啦，你毋是，佮真是毋是啦。对，对，你讲的无。你敢有看到喷桶？对，你这个人实在啊，不是歹势，人倒位？就讲这附近哦。龙蛇那个男姑经济娘。单位都会有。哦，今日迄个真正内底。安尼后摆知影有生要住倒位？什么意思？我咧讲啥？我帮你起一个新厝。洗一下身躯。对，互你住一个新厝，对你好。遮是安怎无要迄个提起来啊？倒位。现在遮有一个空，但是新房间边啊有一个空呢。哈？你是安怎要拆人的房间？无。主要是位边啊，位大边家今仔你敢有入收到礼物？啥物礼物？哦，迄个空是连对面的山的啦。我甲你分享啊，若是你要卖出来！啊，你的鸡啊，我地啊，若是天气热的时阵啊，你啉两放伫房间内底，你的鸡啊，头拄走出来啊！你想要甲我的鸡啊放出来？因为我头拄咧迄个小等者哦。这毋是一个正当的礼物吼。来，大家来，做出来你就甲抬死啦，毋免遐麻烦。来，大家来吼，大家来，来。过客讲要甲优先种伫土内底啦。现在甲我种伫土内底。因为可能是我讲的。讲互你一个新厝。会当种物件呢。我袂晓讲话啊！开台就到遮吼。大家再会。初见平安，你想我想。我是咱的心，大家初见平安。哦，下一个讲欺负律心就会变高水。就是啊，搞炸！以前都讲什么？叫你卖出来吼，即摆迄个意思啊。哦，伊是咧甲鸡仔讲话哦。对啊。太遮可怜。根本就无咧插伊，根本就无咧插你。差不多就是。噔，嘿。就是以后敢会耍恐怖的游戏。我会耍啊，我有买迄个你是律心呢？原来你做想买。你无想要做idol？笑，我无想要做idol啊。所以你即摆是idol。啊？对啊，你讲你无想要做idol，所以意思是你已经是idol。无，我只是你无要讲话，我即摆要去困啊。拜拜。哈。拜拜。毋是啊，应该是爱去困啊。现在遮还有一只鸡仔伫外口。恐怖的游戏哦，可能考虑一个。我感觉暗时的 Minecraft 其实介恐怖，安尼敢有准算？而且我毋免耍恐怖的游戏，就会当耍甲敢若恐怖的游戏啊，所以。你就一直叫啊。我会甲大家惊着啦。结婚讲正有生生过子，什么意思？安尼正入心咧。阿姐阿曼。哦。好，来困，送啊无困。我咧困。等下我咧困啊。下一个讲伊嘛想要问我以后敢有拍算要耍恐怖游戏呢？是安怎大家拢最爱看恐怖的游戏啊？可能爱看咱的翻译。那呢，就是我需要，比如讲，
我若耍一个游戏，我就需要有一个人伫我的房间，甲我做伙困差不多2个月。啊，你困一摆还困2个月？我就一直梦着吼，而且爱就是一届耍了，恁就爱就是随时做好诶，互我去弄门诶准备。一晌还无困啊？我转来，我好多咧。袂啊，我一定袂，我一定袂迄个，我一定袂甲你插啊，对啊，我一定袂插小你吼。啊，加风讲陆心啥物拢袂生，啊，你先现在来我家困啦，啥物意思啊？有啥物病啊？哦，伊咧讲，伊头拄仔讲迄个状况天吼，啦！算着恐怖的游戏就会变安尼，好了解。你想要遮欢喜？这就是哦，我这发了，哎呀，我白伫我房间啦，有够变态，哈？当我声音有够差，我就是变态啊！所以你这摆就知影啊。谁知影，阮我头毋敢听。真正毋敢听恁咧讲啥。我即摆敢会使出去发现一寡物件，但是我惊我纯洁的歌你要去冒险啊是无？我落落来啊！诶、你要去冒险啊是无？暗暝倒丢啊，伊倒落落来。但是我即摆应该摕一寡迄个行价啊，我头拄仔有行一寡价啊，我那爱你敢要甲你的身躯顶烫光光啊？现在我爱烫几个，我头拄仔现在我头拄仔摕要烫几几物件，啊，你敢有较有去冒？你计是咧算 Rust 呢？烫光光应该不是冒险，烫光光应该是是另外一种冒险你甲一足危险寡人的迄种。你伫若是讲头前有疫情，可能对我来讲是一个多气多气。一个风险，对。现在加嘛有30外的，我头拄仔敢若囥6个呢。啊，着我食啦，食你的伫遮啦，迄我囥入去。哦，多谢。啊，你爱食无？毋免，我有足好济。恁只甲你房间内底，无，你搁想看觅啊？是外口的，是伫房间内底是宠物，哦，头拄仔歹势，我头拄仔刣2只。无要紧啦。伊若是走出来，我嘛是甲刣死啊。走出来就毋是宠物啦。走出来就不是宠物啊！因为伊走出来就离开房间啊。哦，伊就家己独立啊！就妈妈即摆已经，你即摆已经独立啊！你爱你爱就是面对即个社会危险，比如讲啊，危险就是妈妈不行，对啊。对，妈妈已经甲你保护啊，你爱平安大我有汉哦。保护伊平安大汉啊。为着保护你，甲你放伫我的腹肚内安尼。哎呦，时代伫你腹肚内。听你入心哦，入去你阿心的腹肚内底安尼。哇哦！哎呦，咱敢要做伙去？去对啊，你爱去海是去冒遐。险，你毋是要去冒险？我知影，你爱去海遐还是？哦，所以做伙去是无？那有啊我传一寡食物。会使。啊，林冠生嘞？我要咧用金纸呢。哦，我来看那觅。我爱先出去啊，我拢无开始算呢。你先算，好你去，等下再去找你。你若死就转来啊啦。等下才举刀去找你安尼。安尼啦。互你增加一点仔冒险的感觉。对，袂歹呢，这就是迄个鬼掠人啊。我感觉袂歹呢，咱会使轮流来做人。现在毋是轮流做鬼啊？轮流做人。轮流做人就会死是。的才是。我有海体呢，海海甲，啊？海甲，头拄仔遐有海体，哦，是啊。有有够酷。酷哦！酷。
海豚麦回来。哦，海体要甲你摕，毋是海鸡啦，海体。海豚。选举考核拢有啊，搁选一届。支持单就新感情用足深，目睭配好金，酒就加减啉。那你想做即摆变做即个，就是即种到底是要选啥？哎，我还去酒商代理啦，摕一个船好啊。我选择死无。去庙里咧，我去庙里摕一个船好啊。船伫下骹啊。对啊，船伫码头啊。哦，无码头是有马呢。你嘛好笑，这你嘛会使做。码头啊，码头，咱来甲马路行互马哦。不见船马。刚才我叫车咯，嘿，你讲。我是贝尔问我讲，就是针对欧洲中世纪风格游戏，敢有兴趣？跳王敢有准讲即个Mount Blade。What with fire and Swarudo。柔瓦鲁斗一下，柔瓦鲁斗不是。现在我无法度出去，我甲迄个船，我甲船迄个啊。你甲船安怎啊？你门敢有拍开？来，我来看卖。要安怎？我甲其他的船杀出去啊！啊，你无坐伫船内底，你要安怎？我知影啊，但是因为我坐头一支船啊，即马有一个船伫咧外口啊，要安怎？安尼你都坐上头前的。我头拄着叫是讲，我头拄着。哦，安尼你叫我来意思其就是叫我来替你驶头前即两条船嘛。其实你就是即个意思嘛。对。哦，佮真敢讲吼。我无看过即两个游戏呢。我嘛无呢，我嘛无听过呢。Kingdom Come Deliverance。你爱坐倒一条？哦，你坐我已经算了。好，会使。拜拜。拜拜。小等者来找你吼。我即摆爱去对啊。你先去美就好吼，小等有两个拍啦咧。跳王敢算是欧洲中世纪的风格。现在中午即个。伊的配角甲伊的画面，敢若有留啊。是啊，其实是啊。遮现在会有一个岛。啥物岛？而且岛树啊。头前遮个对啊。这你可能爱问。大地之庙吼。哦，头一寡物件。你问我跋杯啊。是讲到即嘛，就是咱算遮尔久，到即嘛我袂去地角，是安尼。即嘛若要算 Mountain and Blade， 就爱若要算 Mountain and Blade， 就爱算 Banner Lord。What Lord？ 啥物 ？Lord。Banner Lord。有海体呢。Banner Lord。海体敢袂当抬啊 ？Banana， 你当抬看卖啊？你迄是海体还是目杂啊？海体啦。哦。你是目杂啦。我看伊看远。附近应该是目杂啦较济啦。应该是目杂啦。Mount and Blade。Mount and Blade。迄敢袂使抬。我爱抬看卖。我敢若无看过这个游戏呢。我算游戏拢是囡仔就会当算的。跳舞就是囡仔就会当算的。哦，愈几局其实囡仔嘛会当算啊，但是囡仔会惊死啊。先做我听这，Rubik，是毋是我耳仔真正有问题？愈几局，我耳仔真正有问题。RPG 的 game。role play game。我讲到 RPG， 我就想到我想要算 PTCG。太假。差着啊济。对 ，Pokemon 的牌仔算，看起来真古锥。为着要救阮老爸，为着要拯救Joestar家族，我要比佫较强，我想要出去南向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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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现在加码有是我来存，做底啊。加码有存呢。对哦，买啦！你即摆爱做吉娃娃呢？感谢你。上赞的都是当扑的，什么会当扑？真做不扑的。哎，有团呢，有团。哎呦，听讲是另外一个所在。迄个游戏叫会当扑的，扑，就是啪，就是安尼。我喜欢互你看，这是对，哈？哎对，看是安麦。尼。哦，就是扑。我知啊，我这个你咧创啥？哦啥物件会使扑？艺术七点。伊讲迄个游戏猫前卫，哦，猫前卫。然后你可能较适合你说。哦，嘛无啦，啊毋过我会使。来。我嘛毋是讲介搞小拍啦。啥物物件？哎，大家敢袂使算迄个 Gambit？ Gambit。哦，Gambit。小拍。Gambit。哦。哦。 No game, no life。现在会有迄个噔噔噔噔的迄个声。那是啥物？我遮无咧。就是若是讲我学物件的时阵，伊就会有一个叮。啊，你迄落啦，你经摕着验啦。经验啦，哦。你学着一项代志啦。嘿，就是我即马是无敌的人，我即马是无敌的人。傻笑。你讲的呢？即马，林姐，哦，我头拄啊，大我家敢有看到我的画面？林姐真久无看吼，大家应该就对恁来讲拢真久无看到我。我即礼拜敢若开一届台，哈哈，原本咧想要对话，但是实在是想无用啊。无用到。Banner Lord 卡哇，罗马帝国后期到中世纪初。哦，这专业的。这听起来有影亲像迄个刺客教条，大家有。即马是暗面蒙家己一个人出去佚佗哦。对呢。安尼听细致哦。你加油。对啊。救命！我紧啊，等你转来啊。我无给你答名，我无给你查名称啊。无紧，你甲名称拆掉，你就出代志啊。啊对啊。你就会毋知影去。安尼佫较麻烦。啊？啥物？哦，对呢，对呢。所以若是讲拄着就死死的好。哎呀，安德。我想要去学选举。啊，总比要来啊！安尼咱做阵去啊是安怎？好啊。有。若无要做阵去，我就要去有啦。拍呼先。无，即摆已经有人来甲我拍吼。哦。安尼毋免我。其实阮遮嘛有咧。阮遮嘛开始有啊。有啊。哇！哎，我后壁才有一个坑，但是若是讲落去遐。都有坑。有地图。就是伫遮后壁。好，你带我来。啊，毋过我无早，我会尖喙骨无紧，我嘛还袂要落。哦，伊来啊！哦，来啊！遮啊，即搭。好啊。你一顿炒吧。咱就直接位遮来。好，安尼我来摕。我嘛还袂摕物件。我敢若无啥物物件。哎呦！我想要找着狗仔啦，其实。啊，毋过狗仔，安尼咱就要使转出去呢。无，你拣一项，看你较想要。小等嘿。小等的啦。哦，毋是咧甲咱讲话。你这哦，你真正是啥物意思？哦。是有生你要转来甲阮做伙去找狗仔。小等，我即摆无都转来啊！我即摆行哎，转去迄个东。狗仔。哇！阮开台的时间敢是固定的。还没讲辛苦啊，袂啦，袂辛苦啦，就是手表。通尔啦。固定的无一定。先自首，无我无一定会有手表。对我是讲，干那一张，我就无想要做手表。我看到羊啊，太羊啊！对，会用你来 DC 看是啥？
有样啊，有样啊，有样啊。还是讲看奇怪 Twitter，拿那个我的物件呢麻烦有时支援一下网恋，敢有法度？好多有。啥物系网恋？是啊，迄个 Discord 的，啊好，无要紧，我请有时到三工。好好好，咩咩，这是啥？现在有无赶快熟水的样啊呢？哦，看，好，我会使转来啊，我摕着我的尖喙骨啊，是啥？good 高啊！哦，伊是迄个咖啡色的样啊呢？哦，安尼迄肉可能是咖啡较好味的，看呢，这ありがとうの游戏。よいしょ。ありがとうね。ありがとうね。ありがとうね。全香港话游戏频道看过足侪全台语的，阮敢若是头一个。好健平安，好健平安，你安怎请好咧？伊是 White Bear， 对啊。若是大家有看到其他的全台语的频道，会当推荐给阮。来小改吼，来小改吼，小塞一个。阮来交流，MFGT 86哦。是安怎你交流？敢若有一点仔，就是互人无想要交流的感觉。会落去。哈？哪有？你敢要甲我交流啊？哦，你啥物？你安尼才是迄个恐怖的感觉呢？哎呦，交流一下嘛，交流一下啦，小赛一下嘛，啊。摕啦。看起来真笑嘛，啊就小赛一下啊，无要紧啊。哦，原来是即种诶。可能佫是哪呢？等下有时伫讲啥？有时讲啥？有时今日伊伫咧甲我讲迄个两个喙子的迄个足赞的，我实在是。我会当理解。是安怎？你会使食着两项物件。OK。等下，那呢？刚准备好要出门。哦，我已经伫迄个坑内底啊。哦，好，等我一下。那呢？敢要炸鸡卵？你炸鸡卵要创啥？万一伫内底。地下鸡啊！我都出来对。什么啦？地下鸡。这做好笑呢，地下鸡。美食鸡，地下美食鸡啊！对啊，无毋对啊。地下鸡，敢是鸡啊鸡？好啦，你炸鸡卵啊，咱都。大家敢知影就是，大家敢知影台湾人一礼拜啊，毋是啊，一年差不多是食40只。20桶食的鸡啊！一年20桶。鸡腿啊嘛，86啊嘛。对有的人来讲是一顿。好，86。这有甜呢。真欢喜熟悉你哦！我有乌色的样啊呢，哇！敢要直接围只乌落去？这下骹是。这有哦，这是水呢。好样啊！即摆会使用名称啊，但是我即摆若是讲用名称，可能会发生。Happy little accident。对。accident 话哪年？accident 话意机会啊嘛。食40只。有遮20。60啦，毋是啦，20啦。然后来看觅。机会今日有啉酒无？你之前你甲我讲你会啉酒。我会查这件代志。哦，提供啊。食鸡吧。20几只啊。台湾哦，一工尔，全台湾的人一工爱食270万只鸡啊！哦，啥物物件啊？有啦，有想要来？哦，来啊！先来。对。好。直接人遐嘛？这只有迄个呢？这只有迄个呢？有啥物货？有啥物货？有穿迄个
选旧的衫呢，哇，哇，哪里就搞的呢？对啊，你做搞的这呢。总比啊，嗨呢？后时人再会。选旧的衫呢，哦，笑你无啊？你嘛有吼？安尼安尼你嘛有啊？你毋免惊，你有？伊嘛无比我即摆你较好囝嘛。我即摆用一个工作台好啊，我毋知影工作台会你先走去对啊？使起啥，但是可能前时的需要吼。无，我头拄仔去点会。我迄个工作台就可能。工作台你要爱的时阵才做的。我即摆就需，我即摆感觉我需要吼。迄足俗的呢。对啊，我就干那做一个啊，暂时来用好啊。足省的呢。啥物？毋免遐省无，嘛会使啦。哦，你讲一摆做较济就好啊。这是第无啊，就是时到要用的时阵就。你有咧算迄个？ 43。是爱到看迄落。是爱到30嘛还是啥物？这才有选择啊。即摆敢有需要？就是，请路的所在解答。支援一个。哦，伊是有父母。哦，无共啦。哇，什么你哪会会伫遐插一个？动漫啊！恁即摆咧，恁即摆咧迄个，恁即摆咧看啥物动 anime 啊？太讲。啊！安怎去迄个啊？问我哦伊行，Chainsaw 路啊 Man。毋是你啦，我咧哦问迄个机会啦。要安怎迄个去迄个航路啊？石头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。哦好，那呢我去捡一寡石头，嘛毋是捡吼，这嘛毋知影借一寡石头来用。哦。哎呦，这石头啥都无共色。擦边啊！啊，我刚需要甲恁讲我伫咧对。毋免。哦，因为我无晓伊。我要紧吼。我即摆咧学就是大密宝。啊，但是我有，但是我原本底就有石头啊，现在无法度做。啥物意思？我原本底就有石头，现在无迄个。你是用啥物绘啊？FSF 是啥 ？FSF 好看哦。迄啥？我毋知啊，我就无看过啊。我即摆已经真久无咧看 anime 啊，所以讲，哈。FSF。哈，当就是哈。啊，我咧想讲，念念100摆看会念出啥物物件无？到底伫倒位咧？到底伫第几站遮？第几组？那呢，我要甲大家推荐一出电影，原创的电影，毋是电影，anime。Decadence。啥物Decadence？ Decadence。迄是啥？超级好看。巴哈顶面就有啊。好看。哎呦，工作台做，我知影啊，我头拄一定用工作台啊，但是我工作台顶悬就是无迄个啊，无石头啊，是爱放石头伫咧顶悬哦，还是啥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你是讲我感觉无法度安尼甲你救，你的观众较有法度。Fate Strange Fate，而且怎 Fate 阁有迄个哦 ，Fate 阁有新系列的，我嘛毋知。新系列我毋知，啊，毋过我知影有足侪系列。我知影啊，但是我感觉阁有无遐尔好看，对我来讲。23呢？但是我咱已经到23。是正面的剑。是哈？这我有铁。我即摆有饲啊，有啊，有行路啊。哦。哥有铁啊。安尼我就会使行物件食，对无？好。我会使行物件食。多谢机会，多谢树。我有偷查，伫负53。负53？对。卖去。负53？摕一寡。对啊。我工作台遮嘛有呢。到0就无当搁落去安尼。干嘛呢？我毋知呢，去学看觅。即摆去找一寡食物好。我会记得我无付的呢。对我来讲，上重要就是食物件。人若是无食，就会无开花。
一个空。哦，开始惊。下骹到底有啥咧？现在我根本就伫咧阮庙的后壁，现在我搁转来啊。哎，就是你方向感歹。你说一阵尔。对我偷偷洗一日，有够好笑，救命！而且后壁明明就有羊诶，其实有羊，我偷偷伫咧靠讲，现在无羊。我听着声，我听着怪物的声。恁伫咧对啊？我准备。我伫金纸店后壁的，就是金纸店后壁的，对。安尼乌物空，若是你要来，你会当顺行落来，应该无啥物分开的路。我听着的声。我有摕。我想要先摕弓。有铁呢。我有摕弓准备好啊。来，你有摕弓？等下，这有铁，我想要学这铁。你学啊？讲金纸店后壁，然后呢，我应该甲你伫差不多的所在啊，遮有迄个呢。哦，迄是迄个较深的迄个。敢袂使直接落去，为遮落去。哇！你顶悬有嘿？哦，好耍太卡。但是讲继续落去，我就无法度搁转来啊，对无？我敢袂使安尼爬入去，袂使。袂爬上。会使呢！这是团是无？是团呢。哦。原来会使安尼哦！收水。哎呦！安怎？下骹有啥呢？嘿嘿。这好奇怪的石头。呀！就是较深的团。错一寡团。这是怎啊讲呢？这敢是怎啊讲？头拄咧行吧，所以讲我等下转去。应该毋是啦。恁到底伫咧对啊？应该是牙膏。虽然讲我无做想要知影恁伫咧对，但是嘛是爱意思问者。就是伫后壁，金纸店后壁，正后壁有一个空。我知影恁伫遐，我敢若是意思先着伊问一下，我爱上去啊，就是安尼。哦，伊会使安尼咧，我爱上去，哎呦，现在无法度上去啊。滴，都有滴，什么滴？还是即个信众是咧卖啥？爱较着。无法度上去啊，要安怎？把这补起来好啊，才袂后摆若是学着。我都上去啊。晚会是啥？现在做爱晚会。晚会我想着。晚会甲伊拼啦。就是叫你较冲的，甲你着伤无要紧，毋过爱甲拍死。甘愿家己着伤嘛，无爱互伊好过安尼。所以讲，这跟我袂开，会使，较慢。这是啥？安尼。较深的石头。已经伤下骹。还袂到迄个。我安怎上去啊？佫会当落去呢。安怎上去较好，大家。我惊我头拄啊，我是毋是？我已经到负一啦。而且遮有是毋是生球？我头上毋是拢25个所在的。反正有改版啊。生球笑啊！我落来啊！这歹学，敢若袂好呢。这是啥？现在这个石头遐尔白。嘛。这是啥？我来看觅。我头拄仔学着啥？喂。学着。头拄仔迄个啥讲啊？我伫讲到一半，就是。鸡腿顶悬有。有声毋是要叫乌头。对，我即摆咧乌头。Rocky 就讲。乌头声。自动的乌头。自动声哦。对。我才有迄个声。遮附近有声。你想要人遐？学过好无？好，安尼我来准备。这是啥？
这应该就会使 Q 啊，对无？啊，这是啥？哦，闪灯。我伫你后壁。我在。我试你讲看卖。听着声？无。哦有。哦，但是伊这敢个若无啊？哦，无啥物无路啊呢？这内底是啥物无，石我是头？讲无声。哦，哎，怪物咱就对啊，敢若有怪物，所以我想讲。我来收集一寡石头。哎哟，来学看嘛。其实我拢算啊足保守的，就是大坑。但是伊迄哦，个水，伊迄个水敢若有一个，所以讲伊着若是讲无对准，伊就会。哦，伊是铁哦。那安尼我莫我涂骹插一支，安尼才知影要安怎转。我为遮上我有去好啊。查。安尼应该会使慢慢上去啦，其实。互我一对无？我的肉已经好啊呢。哦，就是讲我。这有落雪呢。哇，这无笑，啥物回来我后壁？落雪啊！你后壁有啥？啊！稍等啊！好。这若是讲暗时，应该对。应该会出代志呢。敢莫固定插伫正手边，安尼咱转去的时阵才知影。着风加。好啊好。我要安怎上去？插涂骹是代表有一个路口。对啊，我有选石课。边仔有分开的路。啊，才等下。哦，这嘛是爱学，对无？安尼死路敢莫做啥物款的？我足惊下骹小等会有迄个。这拢死路呢？恐怖的物件出来。免惊，这拢死路。你遮嘛行过啊？对。哇，安尼这四界拢死路。对，我即马着踏落去啊，豆豆踏落去啊，我无倒油收出去。那安尼？你安怎想？敢要爬起哩？爬起哩好。咁样，敢会直接咬死？应该不会吼。要安怎咧？要安怎咧？敢要起哩？来啊！我来啊！安尼个踏，跳落来。安尼应该会使豆豆上去对无？是用学的。好。好啊。只鸡仔灰，而且学楼梯，安尼嘛是会使吼。我第一想啥，有够戆的。对啊。啥物意思啦？伊同意你讲的话，敢无好？你想嘛？敢嘛死路呢？哇，盖无了。我跳会弄着我的头。好嘛。楼梯讲是安尼啊？楼梯讲是安尼，还是讲楼梯就是边开始？无代志。你讲安尼哦？行会起哩就会使。你讲位边？这毋是落雪呢？安尼。应该是有啥物物件？跳入去，安尼。你莫徛伫下口。好，对。你好，第一是。安尼哦。安尼个，个留一站安尼。那安尼咱来转去，好，落雪就是遮有迄个湖啊，有落悠悠啊。我应该毋知影，我会伫对。伊弄来弄去，敢若嘛有。转去的路伫倒？有啊。看有我家己做的记号。继续学应该是会使直接上去。来等。好。安尼。即摆伫一个足黑的所在，我足惊就是，若是讲小等有装备。我知影啊，但是我即摆咧想办法上去，因为我头拄仔游水，游欢喜啊，我即摆伫咧上下骹。
啊，你讲无互水淹死？无呢。我就啊是你讲我伫共一个坑内底？无呢。哦，我伫咧上下骹，我应该是我的坑是家己挖出来。安尼遐敢有啥物？哟，我听着恐怖的声，是轰隆轰隆的声呢。遮有够黑的，大家知影我伫咧创啥？就是我咧想讲，就我敢袂使着伫下骹，着挖一个台北捷运出来。哦哇，哇！那你加油！应该是看起来应该是袂使。多谢过客，伊甲我报有兄弟的。哈？伊伫迄个山谷内底，就是阮之前去过遐，迄个坑足深的迄个，就是可能炸出炸。但我即马就是收落来啊，所以讲我即马爱家己爬入去。你加油！对，加哈哈油！现在就是头拄仔即个方向有一个轰的声，轰隆轰隆，像拍单位公安呢。单位讲的声。背，哦，会背。小等哦。操！你笑啥？你即摆要改做单雷公呢？安尼啊？意思。嘿嘿。你看可听到的声？哦，有。足紧呢，你敢有听到？有。我看无。你敢有听到？真呢？好啊，你学。这毋是单对心呢？单对啊！讲话啊，过去。有够对啊。有铁呢。伊就敢若是家己挖一个坑出来啊，所以讲我真嘛毋知影我伫咧对。下骹呀有铁，我安尼敢袂死啊？这内底个有。我就惊我小等死伫咧遮呢。袂啦，死伫遐就搁去吹转来就好啊。诶。哟，啪嗒啪嗒的声，敢若就伫边遐咧。哎呀，恐怖！啊！敢有奇怪物件哦？啊，无死就先惊死。敢有奇怪物件？啊，有啊！有你，大家有听到迄个咻的声？我啦。我想啥物代志啊？大家？无，我就是，你看就学着我骹下骹的图，伊就听到。伊就想讲是啥物货？对啊。会惊就好。小等者哦。一直拢会惊。即马足认真咧挖土诶。修啥？我无修啥啊，我伫咧挖土啊。无修护的。保持边一家空诶，是啥物意思？是我遮保持边一家空诶是遮我爱挖出来哦，我爱捅出来哦，安尼哦，是毋？这是要起一个迄个地下的金纸店烧。毋知学一个啥物意思？袂互遐个僵尸。胖胖慢摇炸。哦。胖胖慢摇炸。现在讲无怪就心生恐怖的游戏。这意思啊，阿叔。都需要人陪2个月吼。算一下迈克就惊甲呢。我讲我这个好惊着吼。哦，莫挖顶悬迄个，好。哦。毋通为。我边敢有物件呢，但是我找无。向向出现一个面。哦伫即个方向，啊？有迄个呢。莫挖头较正诶。对对对。就挖着，所以就是挖头前迄块，安尼。啊，挖头前我甲你讲啊，迄就是咧教你毋免挖三格。哦。这样有铁呢。就是你直接落去就好啊。
什么意思？就是恁两家会当过就好啊。应该无哦，你会当过哦，就是大细，哦，你才学会紧，就是较哦袂学遮久。好，我知啊。好，哦，我即摆摕行家咧学，听着袂错看。声，毋过，就想要甲迄个汤是啥？就想要甲迄个空就是开出来，什毋知么意思？影伫倒，就是哦，头拄仔迄个有声的，就是出来啊！对啊，怪不得声有声的所在遮尔近，感觉应该是遮有附近有欸空。哦，伫遮，出来啊！出来啊，大家！哦吼！足近啊，真正足近啊啦！头拄仔到底是好好，我来准备，头拄仔伫咧下骹呢？看好戏。 OK，欸头拄仔伫咧下骹。即摆上来啊！这毋嘿嘿是咱头拄仔学的。哦，倒转来啊你。哦，我感觉伫即个壁内底，有惊死好要声，啊，你创啥啊？我互你惊死！我啊，是安怎啦？你搁惊着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即摆就搁转来紧张啊！骨头啊！今日楼上迄个棺材板压袂掉啊，啊这！有铁呢。啊，遮？毋是，看哦毋着，有空呢。看毋着。哦，但是我的航路是毋是伫咧？我的航路伫咧无共款的所在呢？啊，即马要安怎？头拄仔内底阁有吧？哦，哇，我知影啊，但是我就是想要哇拍伊。嗯我，是冒险，我是一个冒险者呢。到底我看到伫倒？你是鸡啊冒险王呢？对啊，大都会头家叫做王电会，拄着伊我着一颗咱拢要买。啊，遮敢是？遮啦！哦，头拄好来仔是咧学啊你行头叫是。前，哎，后面我即摆已經毋知影我伫咧对啊，我毋知影哎，庙无要紧，伫倒。我嘛毋知影你伫咧对。啊，这头拄仔遐。这是头啊，我会去找看觅阮庙伫咧对吼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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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哇，啊是要直哎呦直学啊下，落来啊！你讲叫学戏啊骨啦巴拉巴巴巴哦，我巴嘛是会巴哦，有使啊。鸡啊！嗨，今日透早。这要安怎转去？啊，真轻松吼！Hello，嗨，嘿，今遮较出，今遮较找有路。嗨，嗯，耶，有啊，无啊啦，毋是啊啦，其實迄應該毋是雞啊，有什么的？伊有啊，就是麥克爾迄只伊是畫迄個啊呢，其實是啊，毋过伊的名是鸡呢，對啊要，尊重伊家己的认同。好啦，上你面叫我伫倒位啊食一个饼，会惊。我敢需要互你即个坐票，哦，我伫咧廟後壁，我轉來啊，哦，我是咧你問看到陈律师，哦，啊，是线，对啊，你伫倒位啊？我伫负700，负550我伫咧，哦。我伫後壁轉來啊，我愛摕一個食物。我感覺伫即個所在報數字應該是無啥物幫助。就是伫楼買物梯，件，我楼梯然後你遮。來食。好好，即擺問題是我找無樓梯，對啊安尼我的問題。哇啊！哇，我看到你的名。你的名？你是安怎啦？你有一个轰一声没？我剛才使買電啊，電你來啊！好，加你後壁，好，一看個着。一個囥箱咱來仔內底啊。學直直。直直學吼。嗯，安尼會使啊。摕台摕一半就好啊，大概。直直都。台北直直攏，摕一半就好啊。啊，阮繼續去。正厝邊有迄個流魚收水的聲呢，我看到迄個，看到魷魚，迄個
你妈伫咧金纸堡后壁，下康他说，对，下康。然后我去找你好啊。我嘛有听到。好啊。伊边仔写的，毋过我的骨仔要歹呀。我有想，你若要落来，你炸一支骨仔来好无？我有2支，好，我有2支会使互你。这啥？金纸堡内底。你来看，你看上。我来啊，我来啊。紫色的空呢？太假，敢是紫色这个的空，？Ruby 啊嘛。水晶啊，敢是这个空？伊头拄仔是就是迄个去这个空，对无？人会放伫迄个店内底迄个招财进宝的迄个紫色的水晶。水晶。好，安尼咱学落。伊头拄仔，因头拄仔敢是这个空落去？哦。安怎？不是啊，在那。水呢？哦。毋知影敢是这个空呢？咱就是我敢需要去看你的海星。你会使来啊，但是我敢若找到一个空尔。哦，安尼应该就对一个大空。有插花板对无？对。对。哦，那安尼我落来啊，但是你伫倒？伫上下骹。水晶敢会当学？会使。啊，内底是毋是有一个水？内底是毋是有一？对，顺，你叫迄个水流落来。哦。即马水来。我会记你阿心，即块莫学，你敢有看到即块甲别块无共？倒一块。我要落去我的骹，我即马要去我的骹。伊有换迄支哦。对，啊，即支会使挽，毋是挽啊。伊是无诶。嘿对，伊对，对，伊无诶，啊，伊甲边仔生做嘛无共，伊中有一个。即马，你啊，即块会阁生。哦。啊，较早困诶，明仔载是毋是还有做空？伊有空。对，应该就是为遐发出来。哦。我即摆去我的骹。你著一直落来，阮伫足深诶。哦好。有够远。对啊，叮叮当当。叮叮当当叮，叮当叮叮当当当。幸福啊啦啦啦！大家敢有听过即条？啦啦啦啦啦！无啊，是死路呢。现在我落去是一条死路啊，就你毋是一个楼梯，啊楼梯下骹无路啊。啊，你边仔有路啊？啥物边仔有路？你滑头行，你滑头位，你滑头行去对。啊？哦，遮有一个空啊入来，有一个花板。啊，应该有一个足深的楼梯，啊倒手边拢有插花板。对，我即马你一接声啦。对，你伫咧食啥？叮叮当当叮，现在有怪物件，会啥？哈？嗨。我嗨，但是敢若有怪物件。对，我来啊。来，甲你小解。你。请问你敢看会出来？我即马徛的即块甲边仔无共。看有啊，这是啥？这无诶，这会生囝。啊？对，就生这啦。会生。你举头来，这是毋是有迄个水晶？有啊。伊就会生，嘿，所以这你互一个车啊。对，互因时间伊就会生。啊，即块应该是袂使学，我袂记一啦。好，歹势。我啊，这是啥？这嘛是水晶哦。这块敢迄个白看起来嘛无共呢，这是啥？呀，你摕去啊？迄我嘛毋知，无学过。我即马学我无找过水晶空呢。我嘛是头一摆看。水晶洞。现在你食物件的声会较大。比你讲话搁较大声。小等我者哦，我甲物件淡掉，会跟就淡掉，头淡掉。风解石。
我看卖，这会使创啥？毋知爱查。全部眼，我感觉好看呢。你在食啥啊？变我嘛想要食乖乖呢。乖乖，乖乖， OK，大家应该敢有拢有看乖乖。乖乖，卖伫我的台讲别，无。我无讲啊。就听讲两个代志马桶内底，因为因今仔日咧买迄个啊天伤寒，所以讲着互因啊这白色的是迄个公的哦。毋是毋是毋无啦是，迄是无共款的石头。这紫色的有诶嘛会当学呢，就是你看上这即块红解石，什么意思？顶面拍车啊，就毋通学。哦，就你敢诶、看得出来你敢有拍车听着啊？声？伊看会出来，伊头头有讲。哦好，会有迄个声呢？你敢有对啊，听着？叮叮咚咚。无，搁有一个，哦，有听足久啊，一直想要，但是毋知一直想要影是甲伊啥。吹出来台词。啊，毋过找无。啊，最近要创啥？阮毋住知呢住伫迄个，对可能会使囥伫你的房间内底啦。对啊，较好看哦，啊，用着拍车车啊！我嘛一直学着。你是安怎？红解石，地较你深的所感觉你要在。去困啊是你枵啊？阿叔讲，伊就是一个敢地对啊搁较深的所在出现的石头。确实是啊。对，阮伫咧足深的所在，啊，敢要继续学，会使继续学啊。我即摆伫迄你个水看就是晶的后壁咧学一条哦，空。一点。迄会使做千里行呢。你人伫哦对，我咧对头拄仔有看着，遮。啊，毋过我啊是要甲即个空迄个水晶学掉，学了。学一个路啊，啊落去啊。然后我听着，就是遮后壁，我想讲遮对，后壁，继续学。哦，那安尼我继续学哦。你先学，我啊会去感觉插花板，插伫倒厝？哈？物件开始放袂落啊，我来，会买还是剩放袂落啊？我要来摕箱啊，会买剩2支呢。我遮有来，我嘛剩12支尔，好，我的火把拢互恁啦，啊，我来摕箱啊吼，你较确定吗？我敢袂使，会使啊，我上去啊，我要上去啊，我敢袂使火甲把，一寡。火把，你早就食，啊，那安尼我物件互你好无？哦，啊，毋过我嘛剩2架哦，看，无要紧无要紧，你铁敢放会落？铁的这啥个？物件嘛较是，贵重的物件先互你。好，这是啥？是安怎我的物件遐尼满？对啊，我个毋知影，我的物件就哦对啊济。出去冒险拢安尼。嗯，我有炸鸡卵，也是看遮有鸡要生出来无？哦，我有一寡奇奇怪怪食物的拢互恁，好，我嘛安尼我要有鸡啊。来啊，哦，我即摆嘛是咧等物件，但是等伫咧路顶悬嘛是有影足怪的，可能要等伫遮。OK 啊，啊好，出来都找无路啊，我毋知影倒位是，无要紧啊，有生这铁嘛，然后对啊，我即摆咧等物件，无物件通，无你过来拢等你通。路里，你拢等你迄个水晶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即摆等伫咧水池骹啊。好，对，我有时干着啊，做一寡花白。有时干着爱去看医生呢，干着是啥？干着，为着感冒，哦，干着。嗯，哦，鸡啊鸡啊，嗨！鸡仔路，哎呀我拢要真正地下鸡啊啦，对啊，即马继续学。
啊，我猜回背，你哦，我猜回背。哦。诶，小中面哦，这回跟旧。我知，我是中面头拄有刷落了。你可能爱徛伫我后壁，我想但我惊我要找讲着你。我想要找蒜椒啊，之前有找着。我嘛是，大家拢想要找蒜椒。我有看着迄个天辉因甲别人合作的抽一个汉神的题目，嘿，讲爱学这是着啥物？蒜椒哪久秒，对，讲地爱学着图20秒才才会当休会使弹掉。哦，你讲好啊，安尼我弹掉。无，伊就甲我讲，我的骹蚌内底有物件会当弹掉，我即马随摕去弹。我？好，有这。诶，来，不不不不不不，诶，行路，好路袂停，会甘厉害，厝无的人，听着落声就想着。啊，你是安怎先插迄个？毋是讲好我插火把？哦，我想过我混啊。我甲伊等，我头拄有想要甲伊弹掉，敢拢搁收转来。会继续。若无你甲我插来拍了，啊，搁重插一摆。嘛是免啦，我想要是免遐刷尼牙价啊，嘛是免遐尼牙价吼。人家头前，人家都哦，我的地图干，我走转来啊！救命！这样食去。这会使食哦。会使啊。哦，即马还袂，即马我还袂枵，小等来试食看卖好啊。看啥物滋味？对啊。小等，无我小等试食看卖啦。我想要食看卖。这种时还有第一摆啊。对。这敢袂当食？那陈如先甲我讲会使食的物件，我强会惊呢。你爱倒我咯？无，下骹有迄个铁，所以我甲学去。你要继续哦。我要甲迄个空补起来啊。多一个空，食哦。下骹你即摆搭的所在，你即摆要互伊直的啦。哦，安尼。啊，你等下要走的时阵，甲涂骹的迄粒，捡起来。毋是，就是甲涂骹的迄个火把抱起来。哦，扎起来。哦。迄是做记号片面，行毋着路。咱可能需要做者想啊哦。厝内还无够用哦，所以迄个。啊，我伫外口好拍。我小等想要食看卖地图干。对咧，即摆暗时咧，救命！而且已经无困足久啊。对。其实无困足久啊，你即摆伫咧外口已经足危险。阮感觉伫遮就是做一个眠床。有其他的声，大家敢有听到？有啊。伊头拄有听到，我听看卖。啊。会咱决定要，就是比如讲，会被插头卡听着啦。对，你有听到吼？那你感觉正稳，向迄个乌的方向去啊。会使啊。好，那安尼就是一格开始。好。乌一格就好。哦。我搁报起来。无紧。爱报起来无？你换你学。我即马学一条啊。好。哦。这敢若较长哦。敢有较长淡薄啊？啥物是两组地图干啊？
你有插花白无？陈律师，无，但爱插花白哦。无你徛伫我后壁插，应该就会使。嗯，就是迄个啦，生的啦，生过的啦。生过的。敢若做药水是无？我叫是伊是做酒呢。差不多啦，有酒嘛。啊，酸酸椒。哇，恭喜！哦，有酸椒啊！恭喜我着恭喜！酸椒啊。我当摕物件，当摕着尔。多少大家今仔日海巡就到。嘛差不多10点嘛，嘛对啦。哎，对啦。其实嘛对啦。好，我来找恁啦。我可能小等嘛会开10单，好，开淡薄仔。我可能小等来做其他的代志。哒哒哒。哎，我想要拍袂开呢。这是啥？现在有拿色啊，的。我看，哦，青金蕉。嘿，青金蕉。头个哦，就是迄个当，敢是护膜用的加对持。对，加持用啊，的。敢莫摕一寡，摕较济出去。嗯。哦，头个拢是有看到的哦，就是蒙有看到的哦。乌枣。哦，那我即马我一寡。我来找恁啦。好。插一寡花白。啊，你后壁插花白好啊。哦，你即马是爱学还是爱插花白？我来哦。哦。我知影，伊是用来护膜的啊，即马已经知影。即摆已经知影。按下。啊。啊，袂记你做千里镜。希望会使做评估。哎。啊，嘛对呢。我毋知影是安怎叫上。啊，现在有迄个新的配方，迄个啥？你若是摕着新的石头，我知影啊。我知影，但是我即摆咧看是啥物物件。你看是啥物石头？嗯。敢毋是石头？现在捡到石头啊。我即摆要安怎甲你讲你？啊，恁是为水晶？就是伫迄个水晶坑后壁有一条，有一抓。为水晶坑烫过啊？无，伫后壁。哦。啊，我的迄个花白敢若强要无啊。我才有。我爱做一寡。我才有，我等互你。但是我感觉嘛是爱做呢，你感觉咧？啊？哦，你有通做哦。啊，蒜就放你遐好啊。蒜就放你遐。我遮嘛有蒜椒。对，所以咱塔做伙。到底伫倒位啊？现在袂当做花白啊？嗯？那有可能。我是无插头哦。啊，我有插头啊，现在无法度做。放弃，我做无。是哦，你做无？嘿。我等去找你。吴兄，你遐动一下。我伫迄个。你敢有看到水晶坑啊？有。啊，水晶坑的后壁，就是你面向落来的时阵，落来迄条路。对。啊，你毋是面对水晶坑倒手边的后壁？倒手边的后壁。我无找着迄哦，滚啊有啊，会使做啊。哦。无。偶像。所以我爱经过水晶坑无？毋免。但爱。爱。你伫水晶坑？好，我来水晶坑。你伫水晶坑呢？水晶坑是啥？就是有水晶的坑啊。紫色的水晶，头拄仔迄个。水晶哦。我想讲水晶是啥？头拄仔嘛无水晶啊。我伫你后壁啊。遮？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是哒。
经过两块铁哦，头拄倒位有铁？这敢是？哎呦！阿叔阿曼。哦，阿叔阿曼，阿叔想要困，阿叔要去困啊。好，哦，听了啾啾。阿叔阿曼。阿叔暗暗。爱做好梦哦，若无歹面梦。哈。对啊，我拢会讲即个代志啊，就是大概就是我甲朋友也是讲，当时先讲暗暝的时阵讲，虽然讲我想要互你一个美梦，但是讲若是无美梦，希望你莫迷想无就莫做梦。对啊，想无就莫迷梦。这是困眠品质的问题吼。对啦，对。为什么？啊，嘿，你头拄仔甲我惊着呢，我雄雄就是，我雄就是滑头，我就看到伊。冠生长线。对。而且今日嘛差不多啊啦。嘛对啦。对呢。啊是要会合做一个。这可能困难吗？你伫倒？我等下最健康啊，因为我想要囥，因为我咧想讲，咱迄个爱囥倒位。安尼阮去最健康。呀。White Bear 讲，为什么单独心眼目可爱？为虾米你遐尔古锥啦？你咧照读哦？无，伊是安尼拍你的。紧头前啦，你哦。无，想讲。应该是安尼讲啦，应该是华语。毋是。毋是啊。伊是用迄个教部拼音拼的。哦。是安怎？但就是安尼啊古锥，恁是恁的眼光的问题哦。多谢你。啊，红椒。哦，无要集合的意思。有啊。我即马在转去啊，我即马咧。即马其实是我爱去找你。要转去啊。我找着你啊。我嘛找着你啊。红椒呢？但是我即马毋是爱去水晶康。等下，我甲红椒学了。我甲嘿嘿。所以讲，我即马是，我即马是爱转去。我即马是爱转去还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你是安怎？搁继续去后壁？来，我是爱去迄个头前。哦。这是一个今仔日较趣味的新所在。啊，有鸡啊！对，有鸡啊，伊还袂大汉，等伊大汉才刣。头拄已经刣几个啊？啊，生囝啊！生啊！对啊。小等者，牛先宝目睭古锥，多谢。多谢太家。挂咧。哇，冠生你做古锥呢？哇，多谢你。上无恁真拍拼啊！哦。OK。我知影会当做赖打，我已经学过厝啊。像今日是古锥的小马尾。会小厝。会小厝楽しい。啊，今日毋是爱迄个啊，爱做节目啊，对无？对啊。我要登去啊，嘛等呢。啊，是安怎林冠先无伫咧？啊，林冠先后壁啦。哦，你伫？哦嗨。哦，那呢？我今日拢无食着迄个猪肚干的。哇，无你即摆来食。袂使，我就无枵啊，我毋知影是安怎，我头拄仔做遐尼济代志。对呢，今仔日是安怎较袂枵啊？毋知呢，可能。我做枵的呢。等下天气看，应该较袂迄个啊。对，无天气热的，较想要食物件。对啊。啊，袂暗算要去地甲。想要去。啊，袂暗算要去。会使啊，会使哦。那么后盖咱来准备一个就当去。紧去啊！那安尼等迄个陈如新转来。我伫遮。转来啊。好啊，今日的进度就是到迄个
到迄个就水选这井内底。对，我而且就是这，其实我发现后壁有一个迄个啦，有一个迄个叫做啥水牢，对，水牢。水牢。哦，就是有一个足悬的迄个叫啥？哦，水墙哦。哦，对，水墙啦，对，嗯，啊，阮会使伫遮溜落去呢，但是讲后盖去南向嘛是会使去遐。好啊，好，啊，今日真欢喜大家来，多谢大家。多谢大家大家。多谢大家。今仔日的汉信到这要结束啊！若是你介意今仔日的影片，别当开赞个爱点赞。若是你无想要看到女星，哦，若是你无想要看到女星，想要看五星，你会使饲我的订阅吼。即摆阮的朋友，搁有诶继续要真欢喜大家，咱开始先点名啊！机会阿曼，阿叔头拄阿曼啊，过客阿曼，阿咪阿曼，啊搁有啥？Ruby 阿曼，有时阿曼，过客我被阿安，曼有时安安，大家安安，阿酸毋知影去对啊，阿酸阿曼，阿酸安安，阿曼，阿酸暗啊个暗，啊个你做袂着插话迄个机会。阿咪阿曼，阿咪阿曼，阿咪阿曼，啊个有啥？过客暗若是讲暗。着的人，讲着的人爱紧去看医生，知无？啊，研究，研究阿曼，Why you 阿曼，Why you 暗暗。基基阿曼，基基真正是真久无看到，阿曼就是阿曼。下一页暗大暗。家爱注意呢，拜拜。我小等，若是讲会使开，我就会开10单哦。拜拜。Why you 暗暗。拜拜。拜拜。啊，等下，慢点，大家好吗？哪有感觉有咧听？拜拜。我无哪有听，我无咧哪有听啦。好，我要拜拜啊！好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我禁掉啊。我嘛紧调啊。好，我嘛紧条。